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港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无明阿兔啊。观众朋友，咱听到陈时中指挥官估计讲，过一日确诊的人数会到45000，最后确诊人数掠350万。若是逐工掠45000，350万，约量爱3个月成长降低的曲线压较平，会维持咱的量能会付处理，嘛会互疫情时间拖较长。这就需要大家有耐心，嘛就爱家己自主管理家己的健康。会使讲措施放零，也就是政府放手，互大家来三甲面对。毋过，毋是衰人过性命，过来做伙经过这段时间的步数，咱同齐来探讨。小介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生医所何美香兼任研究员。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邀请英国注册医师叶丁如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嘛邀请线顶保险从业人员吴家宝先生。好，观众朋友，咱来看吼，昨昏确诊人数5000人了后吼，咱听到陈时中指挥官估计讲，未来过一日的高峰会到45000吼。未来纽西兰是咱努力的方向。过来，行政院所院长讲吼，若是即马确诊者这个同事吼有挂喙罨，都唔免抗疫，当这时嘛。甲居家隔离的期间缩较短，变做7天吼。另外，咱顶礼拜有讲到讲疫苗可能无够吼，即摆137万剂的莫德纳，即礼拜会到哦。确诊人数愈来愈侪，咱即摆要用快筛来取代隔离吼。政府要传5000万剂的这个快筛使用时机，咱小等嘛要来讲哦。过来。观众朋友，你去年敢有买这个防疫的保单？即摆这个保单续保的问题吼，真做一个争议，咱最后嘛要来探讨。即摆咱来看这个确诊的这个趋势哦，咱看到伫4月16的时阵是差不多1000外人吼，另外有一个时间点是差不多伫这4月20号的时阵，咱2000外人到昨是5092人。正做一倍的时间，开4-5天的时间吼，这要由原唔是指数来成长哦。即摆陈时中指挥官讲，过一日上悬可能会到45000，最后确诊的人数350万人到500万人吼，死亡人数可能会有1700外人。台湾的疫情的这个方向吼，甲纽西兰有较相似，若是用纽西兰这个5%来算吼，差不多是。就约2000人会来死亡安尼，咱大先来请教何老师吼。照这个估计来看，伫这个传染病学内底研究吼，一定爱达到迄个15-16%，也就是350万到50万，咱的疫情才会开始渐渐收煞，也是讲看迄个时间的长短咧。唔是看时间的长短。最主要的是，因为咱疫苗的这个效果无真好。咱若疫苗效果真好时，咱就大家拢来注意风险。注完，敢若剩一点人，咱就未确诊遮济。但是咱即马上好的这个疫苗的效果吼，你拄注完，才70%的保护力。是。伊佫直直落来，所以平均起来，你差不多有注预防针的人50%的保护力，表示讲有注预防针的人。一半的人会被确诊，是，所以你就知影讲哦，被确诊有被确诊的机会了吼。即马就是讲是安怎一定爱被确诊到一定的程度再落来。咱来了解一项代志，你传染，你互伊传染着了后，有一段时间你就袂阁互传染着。这个时间差不多可能。因为咱就讲上少6个月，但是因为Omicron较奇怪，可能2个月、3个月。但是不管安怎，一定有一个时间。所以意思就是讲，咱即马逐工吼确诊的人数一直悬起来的时阵，到一个时间，这个病毒要搁去找下一个吼要去传染的人，已经真少啊，伊就愈来愈少落来。所以到底应该偌济，咱是无啥知影，但是咱参考外国吼，真侪国家。比如说香港来讲吼，伊即马全人口确诊是15%、16%尔。是。但是伊讲，我看迄个抗体阳性率吼已经100%，
吼，这是因的资料，意思就是讲，差不多100%的人，毋是互伊传染过，就是有注意风险，所以可能保护力真趋近100%，所以未来吼，因是安全几个月。是，所以咱安尼想的时候，就讲啊，台湾应该偌济人，咱是无啥知影啦，因为这爱算这吼，爱看这个咱的人口的密度偌悬。因为你若人真多的时阵吼，伊确诊的人就真紧啊，但是会上升的速度就真紧。是啊，人较少的时阵，确诊的人比例会少一点，啊，上升的比例会少一点。就是一个是香港，一个是纽西兰。是。所以，咱到底是跟香港比较一样吼？这个条件来讲，还是跟纽西兰比较一样，这拢真歹讲啦吼。啊，伊讲估算吼，死1750人，我是感觉吼，咱安尼想看卖，现拢无 COVID-19， 吼，拢无新冠病毒的时阵，平常咱个看10大死因，吼，就是有肺炎、急性肺炎。当然，内底有一寡是老人吼，啊，伊可能是去见着啦吼，吸入性的迄款的肺炎，但是一定嘛有真重要的一半吼，是甲传染有关啦吼，毋是流感，就是其他的迄个传染病安尼。所以安尼迄款人是偌济，1年万几人哦。哦。所以你算意思就是讲，你即马咧流行上一寡人吼，伊本来就是较体弱吼。因为咱呼吸道对咱真重要嘛，是，所以伊即马若传染着，伊就较毋堪着，会当就袂用诶。所以我是感觉人可能比迄较济一点嘛。但是迄嘛无注意，毋是表示讲咱的真侪人会死去，因为本来就是有遮的人跟呼吸道的死亡是有关系。是，也就是讲，若是照这个传染的人数来看吼，350万来讲。就是咱的人口内底一定爱有一定数额的人得到这个病毒，然后才会达到讲病毒伊找袂到人去感染，敢是安尼？这个意思是对。是。所以到底是350万人，还是500万人？但是其中应该有一寡是无镜头的，吼。咱就知影讲，因为你若对香港的来看，伊确诊在还袂20%，但是伊。加上吼，迄个注意风险的人，所以是差不多。咱安尼想，但是咱爱准备咱的医疗的量能吼，还是咱的准备咱的资源的时阵，一定爱用上济来甲算。吼，上济像你新加坡吼，伊有2万，一天2万几人，吼，差不多有1礼拜到10天的时间。是，吼，当然是。有起起伏伏啦，有较低较悬，但是遐悬的时间吼有几落天连续吼，差不多有1礼拜到10天，所以咱爱有迄个心肝准备，讲真悬的时阵嘛是有一段的时间安尼。是，因为新加坡当然伊的人口的密度比咱较悬啦，吼，但是咱若台北市来看，嘛袂比伊较细啊。哦，所以上重要就是每一个地区吼。家己爱注意啦。是，若是讲500万人确诊吼，这差不多是台湾人口的20%啦。不过即摆人数虽然咧升悬吼，咱政府的措施是要渐放零，隔离的时间嘛要缩短。咱来看这个报道。本土单日确诊病例一直突破新冠，因为今年1月初1以来的本土病例有99.5%拢是轻症甲无症状。行政院长苏贞昌二是调集相关部会讨论提出隔离天数以及扩大范围，避免医疗量能体系面临真大压力。指挥中心指出，3加实行制，也就是3天提出隔离，第4天快筛阴性就会当出门。也毋过需要专程挂喙安，袂当伫餐厅内用，袂当参加大型活动。另外，也将扩大范围缩小为确诊者带做伙亲戚朋友，无扩大伫办公室活动的同事。昨天指挥中心有一个案，在我主持的疫情会议上报告，我同意往这个方向来走。不过，还请所有国人同胞
要戴口罩、勤洗手。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认为，3加4实际上只是地处隔离的天数减少，相关行政作业流程并无改变减少，有关需要用大量的公卫人员进行处理，呼吁需要互整体地处隔离转型，以地处快筛加自主健康管理，才会当互公卫人力专力集中照护确诊病患。3加4其实减少的非常有限，因为确诊数呈直线型上升，所以我在这里特别还是再三的给中央做一个建议，让新北市以试运行的方式，比照居家照护，提早做好准备。地处隔离天数为即卖10天，有强势缩短天数到3加4。苏贞昌表示，政府已经准备好充足的药品甲医疗量能，不过相关细项内容，有关友台指挥中心甲县市政府商议了后，才会公布开始实施的日期。记者综合报道。好，咱即马来请教叶医师吼，咱看到影片内底有讲到隔离的期间变做3天加4天，若是伫第4天快筛阴性，就会当出门自我健康管理吼，总是嘛是爱挂喙安。国外的做法是安怎咧？对，所以阮即马要来看两种情形，一种是确诊，一种是你甲有确诊的人密切接触。接触对，这种两种是无共的情形，所以确诊是确诊的做法。那确诊的做法，其实英国的做法应该是甲世界足侪国家拢差不多，都是自我隔离咧5天，家己隔离5天了后以后去快筛2届，若是来阴性，就会使出门啊。对，这其实是因为足侪的研究甲阮讲，你确诊以后，预防针拍好拍到满的人，差不多敢若需要5到6天左右的时间，就会使把这个病毒给清好了。哦，对，所以其实是因为科学的这个资料来去做的这个政策，对。那是甲这个人有甲伊接触到这种的人无同的个国家有无同的做法。纽西兰是讲要7天啦。就家己爱隔离7天，但是阮若仔细来家己看的时阵吼，有接触的人其实第3天甲第7天爱来快筛，那第3天来快筛，其实甲阮的3天加4天其实是足行的，是，对，所以其实阮的做法嘛无讲差足多，对，嘛是差不多7天，对。那美国的做法就更较灵啊啦，你拍满3剂接触到这的人，其实是你是免隔离啦，对。但是你爱较注意的，就是第5天爱去快筛一下。哦。对，所以无共的国家有无共的做法，但是3天加4，3加4，3加4，其实是甲纽西兰无讲差足多啦。是，咱看到即马吼，你若去纽西兰去佚佗啦吼，也是去做生意吼。完全无注意防下的人要入境纽西兰，嘛是隔离7天哦。所以这是完全无注意防下的人。敢会使讲，咱若是人得到病毒发症头了后，差不多偌济时间，这个传染力就较低，甚至是无咧。差不多5到6天。是。对，健康的人差不多5天外，那6天以内，差不多就会使把这个病毒给清好了。所以英国就用5天来做这个隔离。你确诊医疗，你就等5天伫厝诶。第5天以后，过第5天以后，你去快筛2届若是拢是阴性诶，你就会使出来啊。是。对，这是一种做法。纽西兰其实免隔离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伊的预防针拍甲有够好诶。哦。对，12岁以上的预防针拍。两档的人是95%，是，对。你看这愈老的人拢拍足好的哦。叶医师，你遐的这个年岁层吼，敢每一个拢是超过9成？对，每一个。是。对，所以这甲温度差足多的，这个是纽西兰的，这的红的线是掠90%。哦。完全。12岁以上每一个年龄层拢超过90%，但是阮看阮台湾的
年岁上大、上需要预防下的50岁以上的拢无够。哦，对啊，唯一有够纽西兰的水准的是这个18岁到29岁，哦，才是少年人。都是高一个年岁层有够90%有够以上95%。的。啊，老大人差不多7%，7成8成安尼。对，75岁以上的是72%。是。对，这个阮差20外%呢。好，观众朋友，即马这个隔离的时间缩短吼，你伫第4天的时阵爱做快筛，即马全台湾有8万人在居家隔离哦。也就是讲，若是这个新的制度开始做，4天了后，咱就需要几若万的这个快筛剂吼。即马快筛剂的新制度，咱来看吼，这个快筛的徛名剂，后个月就要开始吼。这个照去年你咧买喙安的时阵吼，用这个身份证的号码上落尾一个号码，单号也是双号来分流买吼。买的限制是一个人一摆会当买5剂，一剂差不多是压到100块左右吼。去倒位买咧？即马有全台湾有4200个药局加入这个系统来卖这个快筛吼。数量来讲吼，咱4月30会有780万，5月初2会有2100万，第一批这个会有1000万剂吼，互大家来买。伫5月初10进前吼，要传5000万剂啦。咱来看，即马大家足需要快筛，因为快筛是验病毒的方式，另外有一个 PCR， 咱较早吼 PCR 这个检测吼是咱上主要的方式。即马咱要用快筛，快筛是你家己在用，就是自我检查会用快筛。未来 PCR 就是你快筛若是阳性，过来做一个确定吼。另外，若是讲快筛用了，要搁买咧，指挥中心讲，若是药局发了卖了，甲指挥中心讲，指挥中心就会提供。另外嘛有提供这个快筛这个厂商的联络方式吼，你若是需要，会当家己去买。不过总是即马是政府征用这个方式，咱会请教何美香老师吼。去年咱是一个要清零的政策，迄个时阵 PCR 最重要的。不过即马咱要共存，而且大家隔离的时间缩短吼，伫厝内大家拢足需要快筛，伫用这个快筛的时机吼，有一个问题，就是若是阳性，就会需要去互隔离吼。即马大家敢若惊确诊比惊惊隔离比惊这个确诊搁较惊啦。安尼敢会致使咱人吼较无爱做这个体检？即马毋是有一个政策讲要，互你踮咧厝诶家己照顾。是。吼，你即马真若开始执行诶时阵吼，可能就无即个问题。但是我即马来看吼，伊上大诶问题就是讲，伊即马确诊吼一定爱用 PCR。哦。你即马，所以我若快筛阳性。就去做 PCR， 就去做 PCR。你即马伊拄啊，咱陈时中部长讲的吼，一天若4万外人的时阵，这4万外人踮咧走来走去，你家就家分做全台湾，吼，分做足济款式，嘛是爱坐车。伊讲你袂使坐公共的交通工具，你要家己想办法去。所以你就感觉即马嘛是。即款是一个真大的问题。咱我敢若讲过真侪遍啦吼。咱即摆疫情一直咧起来的时阵，你人会真侪，所以咱上重要是要做啥物代志？上重要就是讲吼，袂使爱甲照顾高风险的人，吼，所以爱甲即个医疗量能留给高风险的人。所以上重要就是讲，咱来咧快筛阳性的时阵吼。那普通少年囡仔，你就互伊家己去踮咧厝诶2天5天吼，就小可隔离一下，莫去传染互别人。是。你会使算讲伊是一个人，吼。你即马毋通阁想讲啥物伪阴性、伪阳性，并无重要啊。你若咧算讲100人、200万、300人诶时阵吼，迄是无重要。上重要就是你有需要治疗。
有可能会变做重症的人、中重症的人再来做 PCR， 所以这要有一个区隔啦，吼。安尼你才有办法，因为未来毋是讲你偌济确诊的人，你就安怎？未来就是讲你有办法照顾遐个高风险的人，你有办法甲迄个高风险的人早就甲伊找出来，讲啊，即个人确诊伊是高风险的人，咱就紧来甲伊，因为所有的药啊，吼，即马所有的抗病毒的药啊，拢是愈早互伊治疗愈好。你愈慢就无效啊，是，所以上重要就是甲这个药啊，互这个会高风险的人，你若安尼才会当减灾啊，你才有办法甲迄个死亡的迄个人数减到上低。所以这是对咱，因为咱即马爱距离高峰还佫有一点点仔时间，咱就紧来呼吁咱的政府，就要来开始来对这个制度来建立起来，因为。你看吼，袂使，你讲袂使做交通工具，爱搁去。你一工几落万人踮咧走来走去的时阵，你看会乱啊，袂乱的，足麻烦的。是，好，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何美香老师所讲的问题吼，就是咱这张图内底所显示的，就是快筛阳性要安怎处理啦？也就是讲，若是讲你快筛阳性，你就爱想讲过去2天你接触啥物人啦，甲伊通知，另外你就爱去。这个疫调所吼做采检做 PCR， 不过爱挂喙安唔通做大众的交通工具，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讲咱每一天若是几万人在确诊的时阵，也就是讲这个人快筛阳性了后，若是真正要去做 PCR， 就是讲咱台湾一天爱做几万的 PCR 的这个量能吼，这可能会真做一个负担，敢唔是？对，就是讲。咱可能因有去算过，讲咱即马做 PCR 吼，迄叫做高流量，会当真济，迄是一个问题。所以伊感觉讲我会当做，但是你爱想讲，几落万人的时阵，点样要走来走去，佫袂使做交通工具，佫叫计程车。你看，你这可能爱去甲算好势，看讲安尼是会安怎？可能。45000人嘛，毋是上悬的，可能是6万人，可能是7万人，可能是10万人。吼，咱就毋知，因为咱用新加坡的迄个比例来算，伊2万几个人，伊的人口是咱的1/4搁较少。是，所以你乘上4的话，毋是10万人。所以这个拢爱有一寡准备啦。吼但是有迄个需要无？有迄个需要，每一个拢去做 PCR， 可能是无迄个需要。吼，你家己想看卖，因为我看新加坡的资料，吼，伊差不多伊确诊的人，吼，讲出来差不多有50几%的人拢是快筛阳性。是。吼，有一寡人是快筛阳性，佫 PCR， 有一寡人就直接做 PCR， 因为可能是看即个人。风险的程度是安怎？咱就爱知影讲吼，要医疗吼，要治疗这个人吼，依据一定要用 PCR， 袂当用快筛。所以你若感觉讲这个人吼，比如说老大人啊吼，有慢性病的人吼，还是囡仔有一点仔问题，你爱甲伊囥个病院的，即款你就直接做 PCR。吼，若中的人你就搁注意一下。按照镜头较大的人，你就搁看是安怎。所以爱有一个分，爱改分流嘛，对，因为爱有春秋。最主要的是资源啦，你的资源敢无遐济？资源是每一个流程，吼，毋是干那讲我会当治疗，但是中安尼乱七八糟，你要甲这个需要你治疗的人找出来，你都找袂出来。因为你若 PCR 点仔在塞车的时阵。最主要毋是 PCR 塞车，是伊即摆到不了。咱上头啊，就是甲所有的资源拢留互高风险的人，这是上重要的代志。而且这款的思维吼，毋是干那政策咧做，咱家己每一个人吼，咱家己台湾的国民嘛爱知影，就是讲我若确诊，我会当照顾我家己，我少年我健康，我就尽量莫去。超凡这个公家的这个资源，和迄个资源去照顾囡仔，
甲照顾老人。是，吼，这是真重要，因为咱啊每一个人一直靠1922，就乱七八糟啊，你又搁找无搁，但是咱家己爱知影讲，我若是一个健康的人，吼，啊我少年，吼我确诊，啊我一点仔镜头，你就会好势，你就无要紧，你就小踮在厝诶，小较忍耐一下，食一个药啊，啊有朋友甲你照顾一下吼，甲你送物件是家人甲你送物件，啊你就好势，毋免搁去找公家安尼，一直来麻烦大家。是，咱续来请教叶医师吼，即马看起来，这个做 PCR 吼是快筛阳性了后一个确定的过程，这牵涉到讲要甲用药啊甲治疗吼，总是咱即马用快筛的时间，是你若是接触吼，3天了后爱做一个快筛，这敢是身体内底病毒的量上悬的时间，而且快筛的这个正确率即马是安怎？对，那是开始庆管的时阵，差不多3天就阮潜伏期。啊，快筛伤早用嘛，无讲介准。那你爱3天，差不多第3天开始，就会较准一寡。但是快筛你的其实上为什么要做 PCR？快筛阳性为什么要做 PCR？搁做一解原因其实是怕这个伪阳性，但是即马是快筛的研究拢就全面的，甲阮讲快筛其实是就准的啦。所以快筛的这个特异性的准确度是99%，这个6倍。意思就是讲，这伪阳性的比例其实是足低。哦，对，其实快筛是足准的，对，即摆年代快筛其实是足准的，甲 PCR 无讲差足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韩国、英国伫咧后期拢无咧再重新做一个 PCR， 因为快筛阳性都差不多是阳性啦，伊都把这些人就是都增加到因的这个统计个数字内底，对，所以其实快筛阳性为真正有要需要，佮做几个 PCR， 阮都爱看阮的资源，安尼有够还是无够？但是这何老师讲的，阮爱把资源放咧真正需要的人身上，身躯顶对。是。观众朋友，咱来看吼，你若是真正阳性了后，开始这个居家自主的这个照护吼，会当download一个健康疫苗的 PCR， 伊即摆提供啥物服务咧？伊提供紧急医疗咨询服务，而且会当伫线顶看门诊，若是需要药啊，伊会配搭药局甲你甲药啊送到你的厝。根据何老师的讲法吼，若是快筛阳性了后，真正伫厝内隔离啊，这个时阵敢是讲爱甲这个 PCR 留好迄款，可能煮2顿还未煮满，还是讲年岁较大的人，才需要来做 PCR。对，但是这毋是咱即摆的政策哦。是。所以这是我即阵咱还阁无到个较悬的时阵吼，还未阁真麻烦的时阵，咱即阵就甲伊建议，伊爱开始去计划讲吼，可能爱安怎甲即个快筛用的即个确诊的人，爱无需要的人，敢若有需要互你治疗的人吼，你才需要做 PCR。是。同时吼，伊嘛爱快筛吼，即个阳性甲阴性吼，互伊入去即个健保的体系。所以快筛你若要互伊算讲这是正的，你是正经是一个病人的时阵，嘛爱会当入去。吼，这种还佫有一寡代志爱做，毋是干那安尼讲尔啦。吼，这是咱即马踮咧遮吼提出一个建议啦，因为即马就知影讲一定会真侪人，你若每一个人吼拢爱去。互你去门诊吼，每一个，迄就真麻烦。你除非你有一个真好的即个流通的体系，讲即个位确诊的人，就是即个医生，所以即个医生马上有一个名单，逐工伊就敲电话。哦。因为若安尼真简单就去做着。比甲讲吼，安尼即个分互你，即个分配互你，即个分配，安尼就真麻烦。所以你若想讲要爱即个即个咱讲叫做。远距关怀这款有医生来做这个代志的时候，你即马就爱甲这个体系甲伊建立起来。你若无的时候，到时嘛是真麻烦。是好，观众朋友，这个3天加4天的新政策吼，咱先来看各界是安怎讲。
环保车伫基隆大街小巷沿路城道，因为基隆一间妇产科传出群组感染，有3大人甲6个婴儿确诊新冠肺炎，卫生局紧急一调扩大采检当中。本土疫情继续清悬，行政已经定调，防疫调向减载方向，24个决定要将居家隔离一数减少做3天，第4天快筛阴性就用出门。安尼就增加烦恼，目前疫情还未稳定，雄雄来上路，恐怕增加社区传播的风险。那目前因为疫情还在上升段整个疫情还没有稳定，所以这个时候用这个措施呢，其实是有可能会增加这个社区感染的风险。居隔的时间太短，可能会影响到病毒外溢的这个风险。但是呢，如果居隔时间太长的话，可能会让确诊者本身不愿意主动向国家来通报他已经确诊。针对有部分县市提出用体检代替隔离的措施，也就是逐天快筛，或者是每2天快筛的方式，好比酷热的居家者会用出外上班。姚专家认为，唔是袂使，不过前提是国内快筛试剂量要有够。目前的快筛试剂是远远不足的，那可能至少还要再增加个单日，可能还至少要增加个100万剂或200万剂以上，这样子才可以全面性的去启动这样子的政策。专家强调，确诊病例数一定搁清悬，现阶段一定爱做完疫苗，尤其是老大人的疫苗注射率爱搁提升，来降低重症甲死亡率。另外，用这抗病毒药啊也已经准备好，轻重症分流收治，将真正达到减载目标。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即马居家隔离的时间，甲缩较短吼，咱有参考国外的经验吼，咱大先来看纽西兰。纽西兰主要有3项措施，头一个是放轻救冻啦，这是维持医疗量能；第二个是用快筛加强民众的自我的健康管理吼，虽往敏感度甲准确率拢无成 PCR， 总是这个快筛伫居家的时阵足好用的。这个居家隔离的时阵吼，纽西兰用的方法是安尼。快筛阳性是第1天到第7天的时阵，你搁做快筛，大部分的人拢是阴性，也就是讲，你伫厝内。1礼拜，然后你就会使出去开始上班，也是讲去学校，这是纽西兰的经验。过来，咱来看新加坡吼，因伫顶个月底吼开始放零伊的措施，坚持要甲病毒来共存吼。总是因这个放零了后吼，确诊者有渐渐在这个数字有渐渐在降吼。过来，咱来看南韩的趋势，南韩因的这个预防针注射率有悬，医疗量能有够吼，即马染疫的比率是30%左右，因将病毒当做这个流感来处理，总是去公共的场合吼，你就爱挂水喊，当这时嘛爱注疫苗吼。咱看到台大病院吴明贤医师来讲吼，若是政策足严的，可能会互这个病毒吼较互别人惊吓，感觉这个病毒足恐怖。咱即马需要调整这个措施，嘛是因为安尼，咱甲这个隔离的时间缩较短。咱来请教何美香老师吼，这个政策敢会是亲像台大病院这个吴医师所院长所讲的吼？因为咱的措施放零，互这个病毒敢若较无遐恐怖，大家袂较遐惊吓安尼。是啊，即马大家上惊的就是讲，我拄去接触一个什么人，我没事就要被关7天，就安尼就大家就感觉讲，无我拢莫讲，我最好无啥物记录，讲我去倒位甲啥人接触，这当然是有这个可能啦但是咱来看讲，这每一个国家伊做家的这个政策其实因点的看起来是真松真松绑最主要的是因拢是点的当时开始安尼做，就是咧这个疫情到高峰之后再往下降的时候，就是咱拄仔讲的有足够的人感染完了，伊才会使开始放零，所以是真重要，但是所以。咱袂使去看讲因做啥物，咱就要做啥物。但是上重要就是讲因迄阵疫情咧增加的时阵，因做啥物代志。所以真重要，这个快筛这个物件你要甲伊用来帮助你会当你咧
你咧处理这个病人的时阵吼，你会当一个叫做放轻救动。吼，你也放轻救动的意思，就是敢若我拄啊讲的，咱就知影即个少年人，伊确诊了，伊无啥物代志，伊就互伊，你就踮咧厝，伊家己去照顾家己，是吼，差不多几工伊就会好啊。但是即马即个，若即个老人吼，还是即个有慢性病的人吼，伊可能会出代志啊。咱就用 PCR 来个处理，啊，甲伊放喺病院，啊来个观察，然后甲咱即马迄药啊，就是爱愈早好用愈好用嘛，抗病毒的，所以咱就爱来用这药啊，甲伊放喺这上有需要的人，所以这就是爱来做安尼来处理的时候上重要。啊，即马就是讲即马就是讲你确定了后吼，你几工，咱会当来看即个病毒的量，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个。研究就是讲吼 ，Omicron， 咱你别去看者。这个 Omicron 这个吼，就是讲这是日本的资料吼，伊就发现讲 Omicron 咧发病了后，3天到6天吼，伊的病毒量上悬。这甲英国甲 Delta 无共款 ，Delta 就是Delta 甲以前的病就是讲你发病即天吼。你的病毒的量差不多就是上悬啊！哦，差不多即个前后就是上悬啊！是啊，你要传染人就已经传染，但是 Omicron 伊吼到达高峰的时间居然较慢。哦，好，这是真趣味。啊，这个嘛是美国 NBA 的即个美国职棒吼，因做一个研究吼，这嘛是真趣味。这个研究就是讲吼，因为这即个毋是职棒。直男拍篮球的人，因为伊就定期甲伊监测嘛，吼，定期甲伊筛检，所以因有一寡差不多有90几个人吼是Omicron传染的，所以因就对这个看的时候，伊就讲，因为逐工拢咧伊定期嘛，所以你若吼今仔日甲你确诊吼，啊昨昏是阴性的时候，你就是讲今仔日转阳的时候吼，5天了后吼，你 PCR。CT 值大于30的机会是50%。哦，一半。但是咱知影讲吼 ，CT 值大于30的时候，你快筛是阴性。哦。所以咱即马咱若讲要甲咱的这个人吼，讲要甲迄个伊的隔离的时间缩短，啊，伊即马到7天的时阵吼，13%尔。是。所以这一定咱快筛一定是阴性的。哦。所以。你安尼来看的时阵吼，安尼嘛是真会使讲，咱会当甲即个隔离的时间小可较慢一点。啊，咱即马是10天嘛吼，10天。啊，但是嘛有咧讲，你若身体若袂歹的时阵，你5天就会对个病人你的病房吼，互你出去。吼，这病房佫留互一个下面一个较有需要的人。所以即马就是讲，咱来看咱家己的资料，吼是讲。看看当时的病毒量，这安尼来看的时候，咱就知影讲，应该是你若7天，应该是真安全啦。是。尤其你即马逐位拢真侪病毒的时候，一点仔病毒是无要紧啦。是。咱就心肝就爱安尼想啊，对无？咱主要是要创啥物代志？咱即马的工作是重点是创啥？是。咱是不管，咱即马就一直咧准备咱家己吼。所有的医疗量呢，就是互遐高风险的人，这是大概上尾也无人咧看讲你确诊的人是偌济，人家咧看讲你吼，这个过程吼，你偌济人无办法去病院，偌济人死咧厝的，你偌济人要求救无人，啊你偌济人死去，所以你若甲这个医疗量呢，甲伊准备好势，对上开始你就真清楚，你脑筋真清楚，讲我爱做啥。像咱拄仔讲的，快筛爱用。即摆你若要用这个快筛来帮忙你吼，互你过这个关，就是讲，互少年人你快筛阳性踮咧厝的，你若要用这安尼来做时，快筛试剂爱公费啊。哦。你袂使叫人家己去买，啊伊若无去买，啊无钱，所以这就是吼。我看是有一点仔爱想啦，我即马所讲的，距离咱的即马的政策吼，有一点仔距离。是。但是因爱调整。是。
除非伊会当证明讲我的资源拢有够。我即马所讲的可能会当着的问题，你若一工7万人、8万人、9万人是，伊讲我嘛无问题，安尼咱就无话通讲。但是我即马就先甲你警告讲，有即个问题，你可能有遐侪人，你爱安怎准备？这可能未来咱的节目会过来探讨吼，过来咱来请教叶秘书，拄则何老师所讲的有一个理路吼，就是讲快筛阳性啊，而且高风险，也就是讲确诊的人伫厝内照护，甲可能密切接触的人伫厝内咱即马叫做隔离吼，这可能是无共款的意思吼。对，所以是真正是就两种的人啊，一种是你有确诊，对，一种是你有接触、接触的人，可能是你的家族的人啊，还是你斗阵做工课的人，安尼是有接触的的人，所以两种是无共的，一种是你无一定有病。一种是你已经确诊啊，所以确诊的大部分的这个共识是讲，你上少爱这自我隔离在5天啦，对吧？这是应该是无啥物问题。但是你接触的以后，你爱看是倒一种的接触，你是甲恁的厝内的人的接触，这纽西兰就是讲你爱家己关起来差不多7天，但是这7天内底，你第3天甲第7天要来快筛。第3天来快筛，其实甲阮的这个3天甲4天3加4，其实是差不多，对。因为这潜伏期差不多就3天，72点钟、73点钟左右，对。安尼这是其实是有道理的。阮来看为虾米因会使规个拢放互恁？其实阮爱来看一个因这个因果的资料，这个资料其实就趣味的。是。对，阮一直拢来讲英国，伫咧去年11月、12月，安尼确诊的人一天安尼20万人，几啊10万人，足侪人咧住院的，但是有死的人有较济无？其实是无呢。对，阮来看这个死亡的人的这个资料，就你来看这个2022年的正月甲2月，遮的人其实比这个平均的死亡的人，若是无 COVID 的时阵，搁较低。哦，对，所以其实是阮这个统计的一个问题，因为阮以前咧 Delta 以前拢是有用这个确诊了28天死亡的人来做，甲是 COVID 死去的人，但是这个统计的方法其实是唔对的，因为 Omicron 伤高窜啊。传甲足侪人其实是死去，但是毋是因为 Omicron 死去的，但是嘛是有28天咧确诊，所以这个干扰的因子爱来排除掉，排除掉以后，阮来看到英国的遮的数字其实是足好的，因为你拍好满以后，你死的人其实比5年的这平均都更加低，对，当然咯，都解封啊，是好。观众朋友，讲到确诊甲隔离吼，你去年可能有买这个防疫的保单，即马这个防疫的保单吼，过1冬了后买这个续约吼，煞真做一个问题。咱来请教线顶的吴先生吼，侪人因为无继续这个续约吼，拄到侪的问题。这款的状况，你安怎看？那这嘛毋是讲这个保险公司这个条件设定无清楚，因为咱这个疫情一直行伫咱这个保单设计的头前。譬如讲，去年的4月的时阵，咱的疫情传染到这个Delta非常的严重，而且造成非常侪人的这个死亡吼。所以迄阵的条件就是确诊、隔离安尼尔。到即卖的Omicron，是毋是大家这个差不多有90几%的人拢是轻症吼，所以这个疫情隔离金的部分引起保险公司想讲若是一大堆人一旦符合隔离的条件，我一笔给付就付不完啦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保险公司这个起巧啦是因为咱的疫情一直行伫咱的保单设计的头前啦
是好。我真是拄则所讲的，根据这个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吼，若是讲180万张的这个防疫的保单吼，那10%感染因。这个赔偿金就爱90亿吼，才可能会致使侪较规模较细的这个保险公司来倒去吼。不过根据金管会的这个讲法，若是你已经接到这个续保的通知书吼，而且已经收费啊，这个保单契约就已经成立啦。不过有另外一个条件，就是讲你买的这个防疫的保单吼，拢是一档的保单，这是无保证讲会这个续约的吼，所以这个保险公司有主动权去决定讲伊要继续还是无继续，这是金管会的讲法。咱继续来请教吴先生吼，若是有这的状况吼。继续来买这个防疫的保单的时阵，有啥物款的内容是咱爱考虑的？目前为止，市面上的这个防疫的保单吼，大部分拢是一旦隔离，就会咱领到一笔3万5万的隔离金。大部分的这个咱买保险的人啊吼，因为咱这个保险费差不多拢伫1000块到2000块左右，所以这个投机的心态吼。嘛是有啦吼，而且袂少啦。主要吼，这个问题在于讲，一旦呢这个疫情的爆发的时阵吼，保险公司一旦发现讲这个风险的胃纳量超过伊的负担的时阵，伊马上讲伊要停卖。吼这个事件就是咱影响到最近，保险公司讲去年买这个防疫保单要续保的人吼，伊会当去年就会当。已经填过这个信用卡的授权啦，差不多伫5月份的时阵，但是即马疫情是毋是搁再度奥密克戎爆发？结果呢，保险公司反悔讲这个有签过信用卡的可能无算我可能4月几号进前还未收到续保单的我就是拢无收啊。即使你说你去年写了信用卡授权。生效日是在5月底，那我也是，不会让你续保了，那这个就是主要的现象之一。还有保险公司讲，这个客户呢，若无去柜台，家己去做续保的话，伊就是无这个续保的这个资格主要在于讲，咱产险的概念主要是1年1保，产险公司会当决定讲是毋是。要来互客户有这个续保的权利，其实这拢是保险法内面规定互这个产险公司的权利，毋是讲这个保险公司伫遐起巧啦吼。吴先生讲到保险公司伊的角度甲法律的规范，总是即摆的争议有一寡状况，就是保护已经接到正常扣钱，而且是续保。不过最后佫接到这个简讯，讲无买这个续保根据这款的状况确诊也是居家隔离这个保单内底敢有明确的规定，而且进一步请教吴先生，若是伫这个防疫保单内底有各种的疑难杂症，咱就要安怎处理咧？即摆说来，因为保险公司佮陆续停卖这个防疫保单所以金管会开始要甲所有的产险公司来讨论讲，这个统一的这个条款主要是讲咱接到这个隔离的通知书开始，一直到咱解除隔离的日子为止的这个天数伊会照这个日额比如讲一天1000，还是一天2000，还是一天1500。来做这个理赔啦第二个上重要的条件就是讲，大家咱观众朋友要注意的就是讲，因为即马轻症甲无症状感染者的人数真侪啦如果若是符合这2个条件，要居家隔离的人可能依照这个新的金管会甲保险公司的规定呢，伫厝的呢来居家隔离，咱就会当符合领这个日额。这个部分甲规定这个金管会嘛伫4月22号嘛发文新闻稿大家知影上后呢嘛提醒咱的观众朋友，如果若是讲后来咱加买这个防疫保单，若有任何争议的问题，咱拢会当
伫即个网络顶面吼，用 Google 来找即个金管会评议中心的电话吼。如果你有任何感觉甲保险公司有啥物争议的所在，咱拢会当透过即个专线吼，金管会评议中心的专线吼，来进行申诉。是吴先生讲到的问题吼，咱所来请教何美芳老师吼，伊所反映的问题其实是牵涉到讲，咱伫即个防疫的期间吼，毋那医疗是一个量能，咱生活各种的站面拢是有一个量能的问题吼。一个公司、一个学校，袂堪伫坐伊的员工，也是坐老师、学生，拢伫厝内底隔离，这社会的规个无法度振动吼。拄则咱讲到即个。可能会有几万人确诊，未来啦上紧绷的时阵，迄个时阵，咱社会量能应该爱安怎来分配，尤其是医疗的部分，敢有够压力？上重啊，迄阵咱若一工几落万人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吼，接触的人，你就毋免改，你就毋免阁管伤济啊，你若踮咧厝诶，你会当小可一个隔离一下，但是你就毋免阁去拢无疫调，没有其他的问题，你就是最主要就是来照顾这5万几人还是10万几人中上重要的人，所以这个转折吼，伊即摆就要开始来转啊，袂使到时再来有时间到的时阵再来准备，安尼就袂赴啊，所以这是一个真无共款的看法甲思维啦。你要安怎做吼？你安怎减灾吼？安怎互大家知影？因为即马就是一点仔代志。我看吼，每一工迄个指挥中心咧开会的时阵，迄记者问出来，拢是真侪遮的人有即个问题、迄个问题，看起来其实对我来讲拢是真实的问题。哦。但是我知影一个人吼，因为咱即马若有一个法律来讲，你若安尼就是违法，吼，就是刚刚台大迄个医生安尼讲啊，你若所有的代志拢用法律吼、传染病防治法吼来甲伊规范的时阵，人就真歹做代志啊。就是举一个例子吼，讲你踮咧厝诶，你即马居家吼，你是看你是照护还是检疫的时阵？人送饭东来，讲迄个老社区，你即马门开袂入去，因为无锁匙嘛，迄个也没有警卫，拢无的时阵是要安怎入去？我讲真简单啊，你就家己戴个口罩，洗手喷喷，你就出来，家己来甲摕物件，叫伊囥喺门诶，你就来摕。若是即个时阵，就是讲，因为楼梯拢无人，若楼梯有人，就拜托伊家己摕起哩，迄个。上货的人讲，你家己摕去倒一楼，家己囥喺门口，你甲讲食物列在门口，拢有变通的办法。其中就是讲，即个确诊的人，还是讲即个居家隔离的人，行出来，伊就是违法，对无？即马咱就要甲迄个法律小可改一下。哦。你袂使讲动不动就是违法，就是被罚。大家就惊啊，我即马就麻烦，对无？尤其即马即个罚款，你要知影讲吼，这。咱台湾即个贫富真无平均啦，对啊，所以迄看起来毋是真侪钱的人，对一寡人就真麻烦。是，所以伊就为了即个代志，伊就真烦恼安尼，真烦恼讲这我要安怎处理？咱就要甲这些拢摕出来，拢甲伊除掉，吼，每一个人用伊的自己的即个知识吼来处理。因为咱爱知影讲吼，后摆即个病毒会一直拢咧踮在咱的边啊。是。但是伊的危害吼，对遐高风险的人袂改变。哦，有完是真烦。这讲到一个问题，就是讲拄则咱讲到台大病院黄院长吼，讲袂使规定袂使伤严硬，总是要放任有一个条件，就是咱预防针爱注好满。啊。这个措施，即马拄好需要加真严的去规定，敢毋是？对，咱即马有一点仔咧，安尼做一款代志，就是讲，你若无注意放射，无注2档，无注3档，你袂使去食的，你就开始咧麻烦啊。所以即马就来鼓励，看起来有一点仔有一点仔效果，但是嘛是真重要。我看迄个做2档吼，做2档迄个比例吼。增加嘛是有限，比住3档的增加吼，佫较少。意思就是讲，
唔住的人就是唔住啦。啊，伊已经有来自2档的人，可能来自第3档的这个机会较大，所以这嘛是爱过去了解一下，到底是安怎吼？你唔住，嘛有可能是真侪人伊就是医疗的关系，伊感觉伊的身体唔堪。安尼咱就爱想看讲，啊是毋是咱买遐 Novavax 会当入来？吼，啊，迄就甲伊分配讲，遮个有需要的人，这真侪就是爱去了解啦，了解讲到底毋住的人，伊是咧想啥物代志，伊是咧惊啥物代志。总是因为身体健康的因素，無愛住的人應該無到20%、30%才對。無可能是30%，迄是所以伊的伊可能伊的資訊無啥對，啊，嘛是愛了解講你咧驚啥物代志，這是真濟。啊，佫有咱佫愛佫努力的位，但是可能吼，咱無辦法，甲紐西蘭共款吼，逐個預防下注甲95%。這我對這個有一點仔無啥物，因為紐西蘭一開始的時陣有一點仔決定啊，有一點仔法律的決定講你一定愛做。咱台灣不管對英國甲即嘛，攏無這個法律講啥物人一定愛做，咱迄落甲咱的國情。